今日你睇呢個盤非常靚啊，靚到我都唔想走啊！睇下呢一個環境非常之唔錯，春暖花開，面朝大海，樓下就係萬里碧道，花海長廊，落樓跑步露營都非常之寫意。樓盤去到口岸呢15分鐘時間，去到人工島20分鐘嘅時間，而且呢個發展商勁啊！成個樓盤分為3個大產業，一個呢係國際教育，一個係跨境貿易，一個係智能科技。呢啲樓全部都係提供俾呢啲高科技人才居住嘅，一共得500套。現在機會嚟啦，單價2字頭，仲抵過橫琴2手樓嘅價錢。走，我哋現在去睇樣板間。Hello， 老友們，我哋而家喺樣板間嘅位置啦。大家都知道橫琴嘅住宅用地係非常之稀缺㗎。目前最售嘅一手住宅咧就得3個，一個咧係 IFC， 一個咧係我哋嘅橫琴口岸，一個咧就係呢度我最中意嘅啦。喺你屋企望出去咧係咁靚片河景同埋碼頭嘅景觀，樓下咧就係一線無遮擋嘅花海長廊嚟㗎啦。你可以喺樓下跑步、露下營，呼吸下大自然嘅新鮮空氣。呢個廳咧開間5米半，非常之闊。我哋今日睇呢個房咧係單邊位嚟㗎，視線同埋我哋嘅採光都非常之通透。呢個講嘅咧就係前途一片光明啦。嗱，每一個角落咧都有陽光灑滿入嚟，非常之唔錯。喺呢度生活嘅氣象咧係非常之好㗎，而且開發商1、2、3樓全部都係自持嘅商業嚟㗎。你喺落樓就即時可以 shopping、食嘢、睇戲，乜都可以滿足晒。呢一邊係主人房，望出去咧都非常之舒服。都係一線無遮擋嘅光景，呢啲就係永久無遮擋嘅景觀，呢啲價值由此可見啦。如果你對呢度有興趣嘅話咧，歡迎視頻下方留言俾 Amanda 攞返詳細資料俾你。記得點讚關注哦。